慢慢的身上的降下去，降。小明娘下人，家子哪里？家子在他大门外，哈里糊涂，哈大脚忙，哈大村。什么哈里哈大？他这是在哈个门外，哈大村啊。心生名谁？小名叫张小儿，至今尚未去故京啊！只为老娘传宗名，那就去一声宽啦。我也曾听一声，做了呀并不亲，闻听得他的司令身，故而我关进城，举身报与我娘亲。恰与娘娘奉家宝，我要出门已不能，记得我心担惊。哪来我在城台之下长残身？太不也！哎娘呀，小明自己从小家里不送读书啊！难道你儿都也弄了喽？分明是我遇人光棍，又被巧言弄伤，放下去扔掉。哎呀，哎呀娘娘啊！死了小明不要。可怜我与83岁老娘亲，白发苍苍鬓刀上，苦苦伶仃人是我好伤心。我娘实知我身亡，听说是贫上加贫，喜上加伤，苦中教育，苦草枝根，有